苦路14站第7站，耶穌第2次跌倒。呢一段舊約嘅聖經預言咗基督嘅受苦，表明佢承受極大嘅痛苦，喺背負十字架嘅途中可能會出現好多次嘅跌倒。苦路嘅設計係要讓信徒更深體會基督背十架嘅痛苦。當耶穌再跌倒嘅時候，嗰一刻嘅沉重，仿佛所有嘅痛苦同埋無奈都湧上心頭。佢嘅身體被十字架壓得幾乎無法再承受，每一步都係咁艱難，每一刻都好似撕裂心靈嘅痛楚。耶穌嘅腳已經再無力支撐，佢跌倒喺地上，汗水同埋血交織，滿身嘅傷口令到佢幾乎無法再企起身。喺呢一瞬間，耶穌並唔係背住十字架上嘅救世主，而係一個同我哋一樣喺痛苦中掙扎嘅普通人。佢嘅跌倒唔係為咗讓人感到悲傷，而係為咗讓我哋見到佢同我哋都一樣，曾經無助，曾經迷茫，甚至曾經想過放棄。喺嗰一刻，佢就好似向所有喺困境中掙扎嘅人發出無聲嘅呼喚：我明白你哋嘅痛苦，因為我都曾經經歷過。然而最感人嘅地方係，即使佢跌倒，佢依然都冇放棄。佢選擇重新站起，儘管每一個動作都係向極限嘅挑戰，佢依然繼續走落去。呢一份堅持唔單單係肉體上嘅支撐，更係內心深處嘅力量，係對人類無條件嘅愛同埋拯救。佢每一次嘅跌倒，都仿佛話俾我哋聽，無論遇到有幾大嘅困難，我哋都能夠重新站起，繼續向前。耶穌嘅第2次跌倒，讓我哋知道，無論有幾痛、幾咁攰、幾咁絕望，生命中每一次嘅跌倒，其實都係為下一次嘅站立奠定基礎。最重要嘅係，即使全世界都讓我哋感到孤單同埋無助，依然有主嘅愛喺度指引我哋，讓我哋唔會放棄自己，勇敢地走落去。